港股近日表現反覆，喺近月高位附近徘徊。咁後市港股升勢能唔能夠持續呢？今集我哋分析一下。大家好，歡迎收睇財經早餐。今日6月4號星期三，我係 Colly。Wesley 早晨啊。早晨啊 Colly。Wesley 啊，近排咧，我見到恒指都喺23,500點附近上落啦，似乎都冇乜方向，未能夠突破3月份高位喎。咁你認為咧，港股嘅升勢係咪已經結束咧？係啊，咁啊近日啦，中美個談判消息咧，其實不斷咁變化啦，咁令到市場氣氛啊一日好又一日差喎。咁但係相信咧，呢啲咧都係短暫性嘅市場噪音嚟嘅啫，咁唔會咧改變咧港股個升勢嘅。咁我哋分析一下啦，恒指嘅預測股息率啦，咁回顧翻過去10年啦，咁每當咧預測股息率咧跌至咧3厘或者以下嘅時候，恒指咧就有見底嘅風險啊。而目前啊，股息率仍然距離呢個3厘咧係有一定嘅距離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唔認為咧港股嘅升勢已經結束噶。咁啊，港股咧最多而家咧只係一個技術性調整嘅啫。咁同時咧，我哋見到美匯指數嘅走勢同港股嘅關係咧都好密切嘅。咁目前美國嘅貿易政策咧仍然係好反覆，咁都令到市場同埋企業咧好難去適應。咁而美國嘅經濟前景不確定性升溫咧，對美金係會帶嚟壓力嘅。咁近排可以見到咧，美匯指數曾經一度跌穿99水平嘅。係啊，咁啊過往啦，咁美匯指數啦同恒指咧都係一個好強烈嘅相反嘅走勢嘅。咁所以如果咧嚟緊美匯指數咧持續走弱嘅話咧，就有利咧資金咧係繼續咧流向港股嘅。正如咧星期一嘅時候啦，咁啊恒指啦上午嘅時候咧係曾經跌近600點嘅，但係下晝咧美匯指數下跌嘅時候啦，恒指咧就隨即啊顯著收復嘅失地嘅，最後收市只係跌130點嘅啫。可以見到咧美匯指數走弱咧係港股一個重要嘅支持嘅因素嚟嘅。咁我哋認為啦，恒指係有機會再次上試翻咧3月時候嘅高位嘅。咁樣睇緊板塊話咧，近排市場都傾向翻一啲傳統嘅高息股啦，包括翻內銀啦、電信、石油同埋公用事務，特別係內銀股價咧係屢創高位嘅。咁除咗呢啲傳統高息板塊之外 ，Wesley 仲有邊啲心水咧？咁我認為啦，咁啊中資嘅科網股之中啦，網絡遊戲股咧係會繼續咧受到咧市場追捧嘅。咁啊主要咧有2個因素啦。咁啊第一個咧就係電商同埋外賣平台咧，目前而家嗰個行業競爭係相當之激烈嘅，咁令到啲資金咧係由電商同埋外賣平台股咧係流向競爭比較低嘅一啲網絡遊戲股嘅。咁而第二個因素咧就係啦，內地政府咧係明顯加快咗咧遊戲版號嘅審批。喺2022年嘅時候啦，每個月政府只係審批大約係39隻遊戲嘅，咁但係去到2024年咧就加快去到每個月平均109隻。咁而去到今年咧頭5個月啦，咁啊每個月係審批122隻遊戲嘅。咁與此同時啦，遊戲開發商咧係運用咗 AI 咧去加快嗰個遊戲開發嘅，同埋咧降低個成本。例如咧用 AI 咧編寫程式啦、遊戲測試啊、製作漫畫啊、繪圖啊等等嘅。咁換言之咧，咁遊戲由開發去到審批嘅環節咧都加快，咁其實都意味住咧遊戲開發商可以縮短翻遊戲項目嘅變現週期喎。係啊，咁啊所以網絡遊戲股咧係可以咧實現咧比預期快嘅盈利增長嘅。咁所以咧除咗係傳統高息板塊之外咧，咁嚟緊呢個網絡遊戲股咧都值得你關注嘅。咁嗱，傾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